第15章，有几个人对犹太落来，教士兄弟讲：恁若无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袂会得救。保罗、巴拿巴甲因大的纷争辩论，正文图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拿巴甲本会几个人为所辩论的，上去耶路撒冷，见使徒甲长老，对安尼教会送因去行，因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逐位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互众兄弟拢真欢喜。到耶路撒冷，教会甲使徒各长老拢接待因，因就述说上帝甲因所行的一切的事。只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，起来讲，的确着甲外邦人行割礼，吩咐因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使徒甲长老聚会议论这个事，辩论已经做，彼得就起来讲：诸位兄弟，恁知影，上帝早已经伫恁中间拣选我，互外邦人对我喙中得到听福音的道，而且相信。知影人心的上帝也为因做见证，赐圣灵互因，拄亲像互咱一样，搁借着信洁净因的心，并无分因咱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，要将阮祖宗甲阮所卖为白的单下伫门徒的颔棍顶。咱得救，就是因为主耶稣的恩，甲因一样，这是阮所信的。众人拢静静无声，听巴拿巴甲保罗述说上帝借因伫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因听声雅各讲：诸位兄弟，请听我的话。拄则西文述说上帝起头怎样眷顾外邦人，对因中间拣选百姓归伫家己的名下，正先知的话也甲这个意思相合，拄亲像圣经顶所写。这点了后，我要倒来，重新修造大话倒塌的帐幕，将遐个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互村的人，凡若是称做我名下的外邦人，拢找求主。这个话是对创世以来显明这个事的主讲的，所以照我的意见，毋通难为遐个归服上帝的外邦人，只要写批吩咐因禁戒五常污秽甲奸淫，搁年死的精神甲血，因为对古早以来摩西的册，伫逐个城有人传讲，逐摆拄着安息日，伫会堂内读。迄时使徒甲长老搁全教会定义对因中间拣选人，找因甲保罗、巴拿巴三甲去安提阿，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甲希列，这两个人伫兄弟中是最头的。对安尼写批交互因，内中讲，使徒甲做长老的兄弟，问安提阿平安，苏利亚、基利加、外邦众兄弟平安。阮听讲有几个人对阮遮出去，用言语搅扰恁，迷乱恁的心，
其实阮并无有吩咐因，所以阮当心定意，竞选几个人，找因甲阮所亲爱的巴拿巴甲保罗去恁迄位。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无顾性命。阮就找犹大甲希腊，因也要亲嘴讲这个事，因为圣灵甲阮定义无将别项的重担下伫恁的身顶，只有几项事是袂通少的，就是禁戒、祭偶像的物甲血，搁年死的精生甲奸淫，这几项恁若为家己禁戒无犯就好啦，愿恁平安。因奉差遣就落安提阿去，组织众人交付批信。众人读了，因为这个批顶安慰的话就欢喜。犹大甲希腊也是先知，就用真侪话劝勉兄弟，坚固因，踮一寡日子，兄弟找因平平安安倒转到差遣因的人迄位。总是保罗甲巴拿巴有缘踮伫安提阿，甲真侪别人三甲教士人传主的道。过了一寡日子，保罗对巴拿巴讲：咱通倒转到将前宣传主道的逐个城，看看兄弟境况怎样。巴拿巴有意思，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三甲去。总是保罗因为马可将前伫邦菲利亚离开因，无甲因三甲去做工，就掠做毋通带伊去。对安尼，两人起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开。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居比路，保罗竞选希腊也出去，得到兄弟将因交伫主的恩中，因就行遍苏利亚、基利家，坚固正教会。